喺香港嘅每一個角落，總有故事喺度悄悄流傳。今日我哋將會踏上時空之旅，一齊訪問呢啲珍貴嘅回憶。咦，平平，你睇緊呢張相係幾時影㗎？嗰陣時我先5歲咋，咁我係我個家鄉啦，湖南。咁香港啦，雖然唔係我個根啦，但係我相信我可以喺呢度發光發亮，同埋闖出一片天。1954年落成嘅皇后碼頭，過去半個世紀留下唔少港人嘅足跡。70年代，幾千名泳手由舊九龍火車站由渡海泳去皇后碼頭。老爺啊，當年皇后碼頭拆卸，你有咩感受啊？呢度都係城市發展嘅一部分啦，令我反思文物嘅保護性嘅作用，同埋好感恩我屋企嘅家人、身邊嘅人同埋事物。香港係我屋企。文文啊，沙士期間你有啲咩經歷啊？呢段日子充滿好多嘅考驗，但係亦都充滿好多嘅愛，因為醫護人員俾我哋見到佢哋嘅堅持同埋犧牲，所以令香港人可以重見曙光，最終戰勝疫情。一個吻不言也可以，飛吻表示甜蜜。 Winky 啊，你逃離戰亂嚟到香港，對呢度有咩感覺啊？我哋都充滿希望，我哋要重新出發，創造屬於我哋未來。就係指8月14日，政府介入股市，向國際大炒家宣戰。Riley 啊，97金融風暴對你影響係咪好大啊？有啊，我同我全家人依家都好辛苦啊。咁你係點樣面對嘅呢？冇啊，躺平咯。因為今日都唔知聽日事。的李小龍先生不幸在7月20日午夜逝世，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。我們在哀傷和惋惜的心情中，拍成了一連串的特輯。Will 啊，李小龍逝世對你有咩影響啊？佢令我明白到咧生命嘅無常同寶貴啦。咁我都寫咗封信俾自己，鼓勵自己勇敢追夢，活出精彩嘅人生。地鐵列車衝破彩帶，由石硤尾站開往觀塘站。第2日，即係1979年10月1號。Hello， 妹媽，你係點樣睇地下鐵通車同埋9年免費教育㗎？佢哋都係好重要嘅轉捩點，我哋生活方便咗，下一代都有機會去追夢。哇！喂，歡迎！喂，全部自己啊，埋邊坐，埋邊坐，咁係。Hello Daniel， 7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嘅創作氛圍係點㗎？哇，簡直係黃金年代啦！港產片、廣東歌，全世界嘅人都知道我哋嘅存在。香港出品必屬佳品。我作為導演，我嘅承諾係要將呢一份香港精神傳承落去。子柔啊，80年代嘅香港係點㗎？我哋香港人喺獅子山下守望相助，團結一致，香港一片繁榮，我哋嘅生命充滿喜悅。Kiki 啊，制水同埋寮屋區大火呢段咁艱難嘅日子，你係點樣捱過㗎？好簡單，就係相信明天會更好。每一個故事都係香港嘅血脈，讓我哋一齊守護呢份獅子山精神。1月21日演講會，晚上7點至9點半。約定你一齊嚟睇我主持嘅演講會，一齊發現、深入探討呢個漁港嘅日常故事啦！到時見，耶！